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9月9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社会局上午办理社区国照顾关怀据点的志工表扬，由市长吴伟铁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志工为社区无私的奉献。其中有一对超过80岁已经做阿祖的姊妹仔得奖，上界特别。伫个北区振兴社区太古队的热情表演声中。台南市108年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高龄志工甲家庭志工的表扬活动，9号上午伫个市府2楼广场举行，由市长黄伟哲甲社会局长黄志忠共同颁奖表扬。今年总共154位高龄志工甲6组的志工家庭接受表扬。今天这么多人，这么多区长，这么多秘书来，是来恭喜。也是来跟各位高龄志工以及家庭志工表达最高的敬意跟谢意。所以呢，我想在这边的主角是各位我们都是来跟各位致谢因为大家的辛勤付出，我们台南市的社福工作能够更上一层楼。在这边要祝福典礼圆满，各位好朋友。各位志工、各位士大、各位好朋友，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平安顺利、吃饱字吼。今年年龄上悬的志工是7甲社区91岁黄兰燕女士，离上年长的志工家庭是柳营区86岁杨黄春，甲80岁洪黄猛市2位姐妹仔。2位对民国94年投入据点志工服务，总服务的时间超过4600点钟。目前拢是据点内底干那组级的资深志工。做志工就加减服务安尼，做安尼一个服务啦，安尼会好啦。服务就去量血压啦，好问老人看迄个情形状况安怎，状况安怎安尼。设立个关怀中心就开始就做了。我伫内底开门整理内底人客来量血压器材运动，安尼解。市府表示，目前全台南市364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志工超过1万个。未来市府将整合长期照护的服务中心，甲社区关怀据点，互在地长辈服务社区有需要关怀的人，创造高龄社会参与机会，互长辈服务了会用得更加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解决车公民众无好停车问题，北区户政事务所上出嘛要用得来速的服务。即马民众若要办户籍填本，只要到户政事务所的员工停车场免落车地等办，在参详去素食店的得来速买物件，同款方便。但市政府北区户政事务所位伫成功路的巷内，因为巷道下停车位过少，时常互民众埋怨，只找车位来开半点钟以上的时间，而且临时停伫路边，也佫会被拖掉，造成袂少的民怨。户政事务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想了一个创新的做法，模仿素食店得来速的服务，方便民众车公。因为之前来户政办事情。这边的停车很难找，可能要找到20-30分钟以上。然后现在户政提供这个服务非常方便，服务非常好，也是很让一些开车主的话能够免下车，然后很快的就可以完成他的那个想要申请的案件。得来速的誊本办理的话，最主要还是考量民众在我们北区户政事务所这边的停车不方便啦。那民众一般来的话，来回来停车来办，大概需要大概3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提供这个服务的话，大概为民众省掉20分钟，而且省了20块钱的停车费。所以对民众来讲是真的是既方便又省时。那我们又做到一个贴心的服务，所以我希望的话，各位全市的市民多多来利用，多多来使用，让我们户政的服务能够更优质。
经过实地测验，平均一件户籍填本的申请案，过去对找车位到前往柜台车办大概需要30分钟的时间，现在改成免落车得来速的服务，大概只需要10分钟就当办好，为民众节省不少宝贵的时间。户政所的创新服务嘛，成为话题。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上主参加三广有线电视所举办的爱在社区卡拉 OK 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13届。其中三广王区第1场的社会组初赛，7号暗时伫东区正式登场，总共60名的参赛者报名，竞争相当激烈，最后由苏金玲摕下第1名。伫东区好美丽舞蹈班的社区妈妈热烈开场之下，第13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第1场社会组的初赛，正式伫大安东百货真广场盛大展开。会中市员创全、东区区长陈胜男、各区里长联谊会等侪里长甲贵宾，拢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电视台，会当讲哦，这个13届啊，不简单哦。没有一个电视台或是企业愿意投资13年，哦，超过13年哈，这是一个很大的投资。那这也让我们台南哈，真的可以这个透过这个以歌会友，而且可以栽培出很多这个歌唱的选手。而且呢，坦白说，唱歌就是一个最自然、最美妙的一个这个乐器啊哈。有线电视顺应民众热情要求，持续举办卡拉 OK 比赛，去民众烧酒以歌会友，同时拼歌艺。会中同款有免费食冰机、媒体视图甲电视分级的有奖竞单，以及抽液晶电视大奖等好康，场面相当热烈。最后初赛成绩出炉，第1名苏金玲，第2名谢千彤，第3名江灿福。第4名蔡雅文，第5名刘芷蓉，第6名陈世杰，第7名蔡仲坤，第8名李依璇，尤胜义、黄义祥、尤胜利、叶丁水，前8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用目屎的幸福，望你讲出一句爱，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主办单位表示，社会组初赛是从9月21号开始，伫第3频道将分段播出，欢迎民众透过电视转播感受比赛现况。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了和大台南的老师伫今年教师节留下无同款的回忆，市府特别举办教师节主题曲竞选，邀请所有学生用音乐向老师表达感谢。到后正式举办发表会，嘛公布前3名精彩创作。
透过小朋友精彩音乐表演，向在场的老师先提早祝福因教师节快乐。今日为了让大台南的老师有一个特别的回忆，教育局特别举办教师节主题歌曲竞选，鼓励全台南的学生运用音乐的创作向老师表达感谢。教学举办发表会，其中黄伟霆嘛亲自出席，除了肯定学生的作品相当优秀，嘛希望让全台湾拢当看见学生的创意。在教师节的前夕，全国我们台南市是第一个做这个主题曲。做这个主题曲的用意，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希望用更多元的方式，用学生学校这样子表达的方式，不是只是单一的方式这个送卡片吃大餐。那我们很希望说这个歌曲将来，谢谢我们把这个歌曲收录起来，将来在许多场合、敬师的场合，或者是很多的场合，我们都希望能够播放。这个 MV 也希望能播放，尤其那个小帅哥以后你就红了那谢谢，我们希望说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让台南市都看到，让台湾都看到我们充满创意的这一面。其中第一名的得奖者沿海中学的郭玉柔用清新的编曲感谢老师的指导，被市长认为会当直接出来做艺人。郭玉柔嘛认为这款的比赛相当意义，提供一个平台会当看见大家创意。我认为就是这个比赛可以让学生用不同的方式去感谢老师，就是跟以往不一样的方式。然后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创作的模式，所以这种方式是鼓励学生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给学生一个发表的机会。这摆得奖的3个作品，教育局嘛将安排 MV 的制作，并且提供给其他学校来使用。希望大台南的学生运用音乐向辛苦老师表达感谢。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配合举办新世代家庭日，现场来了一新住民家庭的成员，拢身穿传统的服装到场同乐。大家除了提前欢喜迎接中秋，市长黄伟霆嘛特别为18对婚龄超过9档的新住民夫妻证婚，场面温馨热烈。新住民嫁到新的国家，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甲新的文化，而且无同国家的翁仔某，两人嘛需要互相磨合，因此新住民经营家庭比本国人更加辛苦。对此，台南市政府为了帮助新住民融入台湾社会，特别举办共创新时代家庭日活动，并邀请台南市长黄伟霆担任证婚人，为参加活动的新住民家庭证婚，祝福因会当幸福一世人。幸福一辈子，台南市赞，请大家比一个赞。他们经营一个家庭尤其特别辛苦，因为他要从文化上、语言上，还有整个生活习惯上，跟婆家、跟家里。这个跟丈夫或是太太家里不是那么一致，那能够维系婚姻，真的要靠彼此相爱，能够彼此包容。那我们台南市，我们也希望说，对于新住民家庭能够帮忙更多不管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或者在辅导上，我们都愿意再加强，希望说能够让新住民适应生活、适应家庭、适应社会。新住民宋世梅表示，感谢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举办这么好的活动，让新住民的姊妹拢会当展现在个活出自信。如果姐妹们跟我以前的一样，没有走出来，也没有放心，也没有自信的话，就是相信我们吧，会有。像我就是会有，你只会做的话，就是跟着我们走出来，然后努力。我们旁边都有很多人都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新住民家庭能够展现他们不一样的一面，然后让我们的新住民家庭我们知道他们来台湾其实是还蛮辛苦的，但是我们从刚刚大家的表演过程当中知道，我们的新住民姐妹其实他们有他们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很多才华的，是可以做展现的。共创新时代家庭日活动多元丰富。除了有文化体验闯关活动，并搭配华南中秋节提灯笼的习俗，设计亲子 DIY 灯笼，同时嘛以线顶即时票选，让现场民众对着婚龄9档以上的新住民夫妻的家庭造型进行投票。家庭教育中心嘛表示，
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教育后一代学习尊重甲平等看待无同的文化族群，同时嘛，互个人认识多元的文化，开拓国际视野。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福冈县南台北院配合举办空间美学成中营，特别邀请荷兰现代艺术大师，甲大家分享艺术创作理念。同时，嘛甲国际福冈会中华总会理事刘总峰进行一场文化交流论坛。福冈县南台北院推广探索教育，规划一系列空间美学的相关课程，邀请各界顶尖人才，甲大家分享艺术美学。这摆特别邀请到荷兰现代艺术界大师技师古祖华来到南台北院，甲国际福冈会中华总会理事刘总峰进行对谈交流。佛陀就讲说，如来常说，如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义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我们现场有许多非常精进了不起的佛光人，都是非常精进修持。那我们也知道说，为了就是要希望能够成佛，能够达到彼岸。南台北院总主持满洲法师表示，新婚大师一直推动佛教人间化、大众化、国际化甲艺术化，让佛教的慈悲甲智慧透过艺术美学等方式，成为大家心灵的加油站。星云大师推动佛教人间化、生活化、大众化、国际化、艺术化，希望把这个佛教的一个艺术美学，比如像这个音乐艺术美学乃至体育，能够走入大家的生活当中，会成为呢大家心灵的一个加油站。而且星云大师在推动三好运动时，他说：做好事，好事就是善事；说好话，好话就是真话；存好心，好心就是美学，就是美心。除了美学讲座，南台北院嘛举办色彩探索工作坊，透过色彩理解、媒材运用等方式，让学生运用色彩来探索家己的内心，借着色彩表达家己，展现每一人心中特别的面貌。色彩探索工作坊，因为借由空间美学成长营的课程，我们跟这个艺术家做了一个近距离的交流，来开发学员的创新，他们了解自己从透过色彩的一个表达到集体创作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是非常的难得，所以我们的作品在台上，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回来南台北院看看我们的作品。南台北院后一场的公益讲座将伫11月17号登场，邀请台积电资深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担任讲座的嘉宾，欢迎各界踊跃参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多云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9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